啦，介紹我哋活動嘅背景嘅。咁首先咧，由我哋會長李可橋先生為大家致辭嘅。各位中西嘅長官，各位團嘅領袖，各位男女嘅嘉賓，我哋嘅董事會員同埋新聞界嘅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年啦係我哋紐約中華總商會110週年嘅慶祝。我哋個會啦喺11月啦會係隆重舉行。呢個慶典喺12月1號啦，就希望會辦呢個1000人嘅盛宴，同埋出版精美嘅紀念嘅特刊嚟致慶嘅。我哋嘅會咧就係屬於中華公所七大集團之一，我哋係成立喺1904年，即係光緒3年。直到1932年啦，就正式獲得紐約州嘅政府批准立案，喺我哋正式命名係紐約中華總商會，咁啦係一個非牟利嘅機構㗎。咁我哋一般個宗旨啦，第一啦就係促進我哋嘅華僑嘅商業嘅發展，第二啦就係溝通我哋國外嘅同埋我哋美國嘅商業嘅發展之外啦，係國際嘅貿易。第三啦係協助我哋嘅會員係解決商務上嘅困難。咁一方面啦，我哋做咗呢3樣之外啦，我哋啦當然係又促進我哋華埠嘅繁榮，同埋協助我哋嘅新移民嘅定居工作上嘅困難啦咁。呢個